另外，这方面来看到，2020年总统也有立法院选举今仔日开始登记，民进党的部分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下早陪党主席杜英泰，也有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堃，也有陪新北的选区立法院，大家做伙来登记，来看现场详细情形。12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在场，所有父老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身为新北的子弟。 长期关心新北的发展，今天很高兴有机会陪同民进党提名12席立法委员候选人，也是12支强棒共同出击来登记参选。我要先祝福能够圆满成功，打一支全垒打，让大家都能够高票当选。第二个呢，过去身为行政院院长，也曾经到过立法院备询。 现任的立法委员都非常专业，在争取地方建设上面也非常用心，成效也很好。为了新北市的发展我们也一定要让现任的能够高票当选连任。那民进党今年所征召的新科的委员都非常杰出、年轻有为不仅仅是学经历好，而且有理想、有抱负。 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也看到他们一步一脚印，展现了为新北市打拼以及为台湾前途效命这样的决心。因此呢，我也敬请大家能够为新北市的未来栽培好的子弟。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这场选举，我相信多数的国人都把它定位为是一个守护台湾。 维护民主的一场选战，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步步紧逼，以及从香港所传来的警讯，那台湾一定要更加的团结，也只有蔡英文总统高票当选，民进党委员席次过半，我们才有更有力量守护台湾、维护台湾的民主。民进党能不能过半？哇，新北市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。 因为总共有12席，如果能够得到父老乡亲的支持，强棒出席，打一支全垒打，12席都能够高票当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会相当有信心，能够立法委员能够过半。因此，也为了台湾的未来，守护台湾的主权，维护台湾的民主，敬请新北市的父老乡亲一定要鼎力支持，让他们都能够高票当选。 让台湾能够更好以上报告拜托大家，谢谢。